骗得我们姐妹俩好惨。你怎么心疼了？我是怕你下手太重，把他给杀了。你要干什么？为什么骗我？我也不想，但是其实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说到底，你根本就不想见我，对不对？跟500年前一样。怎么会呢？你那么漂亮，虽然你是个妖怪，但你也是个漂亮的妖怪，我怎么可能？别碰我！如果我说我不是孙悟空的话，你会把我怎么样？我会杀了你！可我真的是，之前一直瞒着你是我不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我真的有苦衷。你有苦衷？你有什么苦衷？这当然是怕我杀了他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就不能来吗？孙悟空，你为什么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？多管闲事！要不是你，我早就把他的话套出来了。你以为他还能跟你说实话吗？你还没被他骗够吗？让开！说，你知不知道，你骗得我们姐妹俩好惨？你怎么心疼了？我是怕你下手太重，把他给杀了。说，你知不知道，你骗了我们的感情，然后一走了之，你就不想给我们一个解释吗？起来，别装死！他昏倒了。你别忘了，他可是孙悟空，有那么容易昏倒吗？够了，别把他折磨死了。难道你不想知道唐三藏的下落了？还不走！你该不会对这臭猴子余情未了吧？胡说什么呢？你要不是余情未了，为什么不愿意为他动刑？我是为了把机会留给师姐你啊！你可别忘了，他当初是怎么对我们的。我现在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走。金金姑娘，你的腿没事吧？金金姑娘，我这招叫做忍辱偷生，大腿上被插一刀，不是事儿。我看你是没事儿，走，走。金金姑娘，我们去哪儿啊？少废话，快走啊！这要去哪儿啊？哼！少废话！还说没对他动情？怎么？你这是吃醋了？我说怎么又是你这个春三十娘？啊！我们好歹上一世也相好一场，晶晶还是你师妹，我拜托你就成全我们，不要再纠缠了，好不好？给我闭嘴！谁跟你好过？
你这记性不太好啊，要不要师妹我帮你回忆一下呀？快走！哎呦！这个吃里扒外的二五仔，我以前待你不薄，你还告密，出卖我！你还嫌孙悟空伤你不够深吗？我跟你说，他只是法力没有恢复，法力恢复之后，他不会跟你白头到老的，你听懂了没有？你没听说过吗？一个和尚有水喝，两个和尚没水喝。出卖我！出卖我！师妹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你刚才中了我的盘丝软夹毒，7日之内如果没有解药的话，就会毒气攻心而死。静静，静静，把他带走。打我呀！静静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他没事儿，暂时死不了。不过，再过几天就不好说了。哎，你想不想救他？好啊，那你就乖乖的在这儿忏悔、认错、自裁谢罪。等姑奶奶高兴了，哼，没准儿就好心救他一命。大姐，你真的是误会了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孙悟空。少在这儿装蒜！之前你明明说你是孙悟空，怎么样，想反悔啊？你动动你那个脑子，好好想一想，如果我是什么孙悟空的话，我怎么可能连我的前世都记不住呢？如果我是孙悟空的话，我怎么会不知道我跟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呢？看来不对你动刑，你就不说实话。怎么回事？牛魔王，牛魔王，唐三藏交出来！这里没有唐三藏，快滚！少废话，交不出唐三藏，这里所有人都得死！大哥，难道你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结拜大哥牛魔王？不错，你是谁？我正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你的结拜兄弟，转世啊！你是孙悟空转世？是啊。那就受死吧！他不是孙悟空的结拜兄弟吗？谁知道你还造过什么孽？快给我松开！我的！
想车轮逃跑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么敬业？我们一起走得了，走。想困住我？金星！你这个没义气的王八蛋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放手，放手啊，放手！快跟我去救人！我跟你说，我只是回来拿法器的。虽然我是个神仙，但是我不是那种战斗型的嘛。有机会我介绍哪吒给你认识啊！你少给我废话！哎，牛魔王！五体老祖，如假包换，就是他告诉我是转世孙悟空，而且他知道唐三藏的下落。误会，我不知道啊！唐三藏在哪儿啊？快说！我真的不知道啊！你放开呀！春春，金星，春春，春春，你没事吧？春春，快跑！哎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了，不知道。你别过来啊！再过来我就……哎呀！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海丝洞，牛魔王不会找上来吧？哼，这里有几千个入口，让那个笨牛也进不来。几千个入口。金金，你没事吧？你敢动？你动一下，我就掐死你！有话好好说啊！现在你还敢说你不是那臭猴子？我真的不是。你混账！在牛魔王面前，刚刚你明明承认你就是孙悟空，现在想反悔了是吗？就凭你的出尔反尔的嘴脸，无耻到底了，一定是那臭猴子！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不得不承认我是孙悟空。那牛魔王也在找唐三藏的下落。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走。春春，你没事吧？那个小仙人，他受伤很重，没什么力气的。春春，孙悟空，你没事吧？你告诉我怎么出去，我背你。出去，只有死路一条。盘丝洞错综复杂，大小洞穴尚浅，只有躲在里面才是最安全的。行，那我们先找个地方躲一躲。这个牛魔王到处找唐僧，这个小贱人就把臭猴子给抓走了。要是让他们给跑了，我岂不是白忙一场？恩也没报，我仇也没报。你在说什么啊？要你管！
我有主意了。哼！你究竟是不是他？主人，来人呐！是我师姐，她出什么事儿了？这洞口那么安全，他能出什么事儿？他那么伤害你，你管他干什么？不行，牛魔王已经杀进来了，他又认识我师父盘丝大仙，难保不知道洞口在哪儿。我必须去救他。你伤成这个样，你出去不等于送死吗？要死，他也只能死在我手里。我不许任何人伤害他。要死，我就跟你一起死。你挡在前面干什么？你又不会法术。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虽然我不会法术，但是我起码可以给你挡一剑。